主后2024年2月初8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属伫每一个人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出埃及记37章第19到29节。比撒列用金合环木做一个约柜，长110公分，宽66公分，悬66公分。用纯金包即个柜，内外拢包地，四边镶金线，搁甲伊做4个金环安伫伊的四支骹，即边2个，迄边2个。伊用金合环木做2支杠，用金包地，将杠藏伫约柜边的圈里，用来扛柜。伊搁用纯金做约柜的挂，长110公分，宽66公分。搁用金拍2个天使基路伯，安伫挂的双头，一头一个。双头的基路伯甲挂连做柜底，2个基路伯面相对，按约柜的挂实起悬，抓约柜的挂。伊用金合环木做一块桌，长88公分，宽44公分，悬66公分。用纯金包地，四围镶金线。桌面4个边各做 7.5公分宽的圈，圈的周围镶金线。伊做4个金环，安伫桌仔四支骹的角头顶面。安全的所在，瓦棍环关，通藏杠来扛桌。用金合环木做2支杠，用金包地，通用来扛桌。搁用纯金做桌顶的器具，就是盘甲撇仔，以及献奠酒祭要用的壶甲杯。伊用纯金拍一个灯台，灯台会做中条杯、玉、花，拢连做规则。灯台的双边伸出6支枝，一边3支，每一支有3个杯，形状亲像杏花，有玉有花。灯台的6支拢是安尼。灯台挑有4个杯，形状亲像杏花，有玉甲花。伊伫3对3连的枝下面，甲挑3节的所在做玉。灯台的6支枝拢是安尼。遐个玉甲枝拢甲挑连做一个，拢是用纯金拍的。伊用纯金做6个灯钻、灯剪甲灯盘。伊用35公斤的纯金做灯台甲遮的所有的器具。伊用金合环木做一座烧香的坛，是四方的，长甲宽拢45公分，悬90公分。坛迄4支翘起来的角甲坛连接做一块。坛的顶面、四围以及遐个角，拢用纯金包地，搁伫坛的四围镶金线。伊伫金线的下面，坛的双边2支环关的顶面做2个金环，通藏杠来扛坛。伊用金合环木做杠，用金包地。伊搁照
做香料的方法，做汤抹的性油，甲醇的芳香。属伫每一个人。当你读完《申命记》，看到摩西讲：“我就用金合欢木做一个柜，搁拍2块，甲以前同款的石板，然后亲手摕即2块石板上山。”发现和今仔日的记载有出入，是毋是会怀疑摩西占便宜搁无老实的？其实，安尼的出入有真侪的可能性。圣经的重点并毋是约柜是谁做的，是约柜属伫谁个，这才是上重要的。有关圣幕内的逐种器具，今仔日的经文有详细的描述，就亲像出埃及记36章，互人看到上帝好亲像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互人看到上帝就亲像家配师，会当依照客户的需求来搭配家具。这段经文介绍至圣所和圣所内面所有器具的制作细节，就亲像出埃及记36章甲26章有高度的类似，37章也甲25章有一寡重复，拢是关系制作约柜、是分做陈设饼桌、金灯台和香坛5件器具的造型甲寸尺。25章记载，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业主上帝指示摩西安怎制作圣殿用的器具。37章是师傅实际制作的过程。上帝借着摩西找来的师傅，本应根据25章的指示和寸尺制作，总是详细对照比撒列制作的顺序，是约柜、陈设饼桌、金灯台、香坛和油膏，却甲25章上帝吩咐的无相像。上帝伫25章吩咐摩西有关器具的制作，是约柜、陈设饼桌、金灯台；若是香坛和各样器具，是到30章才讲到。安尼的经解是毋是违反上帝心意呢？对经文来看，并无看到上帝对这个代志受气。伫制作圣物的过程，为讲到的人物是比撒列，伊的确是当当时上好的师傅人，满有智慧才能，担当做圣物的重任。比撒列将圣物制作的顺序变动，必然有伊实际的考量。有人认为，比撒列去做圣幕以后，是按至圣所内面去对外面，因为安尼需要调整顺序。另外，有一寡圣物是用金合欢木制作，搁包纯金也是鑲金边。这部分是需要做伙处理的，这敢毋就是现代工业制程优化的表现吗？看来上帝并毋是死顶顶的话讲出来，就袂当改变，袂当更改。经文详细描述比撒列的工作，看起来若像蕴含赞叹，因为安尼上帝应该是有肯定比撒列用智慧来研究圣工着安怎做，才顺利完成圣幕一切器具的制作。出埃及记并无提到摩西本人有工业制作的能力和技巧，检采摩西找到有能力的师傅出面，
拄好是以智慧的表现，并毋是啥物代志拢着家己来，才会当完成圣工。圣母含一切的器具，落尾顺利完成，这是属于上帝，也是属于摩西、比撒列和每一个敬拜上帝的人的。默想，我是毋是常常掠家己做着，袂记得应该伫上帝同在智慧中看见伊的计划？我是毋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教会和家己的性命？我是毋是常常掠家己做着，袂记得应该伫上帝同在智慧中看见伊的计划？我是毋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教会和家己的性命？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求你帮助我成做熬做工的巧师傅，互我无轻看家己的才华，也会当知影家己的有限，通好互我甲你共同去做美好的教会甲世界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